经，已经过千万年，也透这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我无想好。咱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祖先娘娘，请你赐福。是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囤足鸡钓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壳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甲精神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是在我顶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嘟，全身了落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伤济。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更高世态，伊势比超看待，刀光剑来无三通，叫我苦爱千百年，甲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罗代蒂。天空降水，波光风飞，心底只存你一情到淡的，看你困眠是我的最爱，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落飞。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到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腿部幸福快乐。滋味拖算好，若是缘分，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老人。咱的曾经，已经过千万年，也透这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我无想好。咱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祖先娘娘，请你赐福。是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囤足鸡钓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壳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甲精神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是在我顶梦时。
一个现场哦，嘿，伫咧阮兜哦，嘿，伫我公妈面头前哦，来，韩吉老师，你今麦伫咧倒位？水晶，水晶你好，你怎么在我家？欢迎来到对温刀，哇，掌声欢迎水晶！啪叽啪叽！水晶啊，欢迎来到对温刀，歹势，温刀吼，即马伫咧公妈的面头前，好亲像一寡足奇怪的物件伫咧叮当，你敢有听到？叮，好像从后面有一个。微弱的什么声音？对，水晶没有错啊。水晶在您的右手边是猪猪频道的这个算是这次我换了新衣装，然后希望无论如何都想请来的这个祖先牌位。你说无论如何吧？我要讲无论如何啊！拍谁？我台语讲实故雄雄来台湾国语啊！拍谁？无论如何都要请过来的。对，那以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台式的空间来招待我们今天的来宾水晶 ，Hello， 超级荣幸！我觉得这个空间就是待起来让我觉得非常的安心跟舒服啊。安尼好，安尼我就欢喜啊！毋过今仔日吼，来听讲咱的。好像有一个远方的声音，听讲咱的水晶诶，这所在阿嬷兜着一定要有一寡就是不可或缺角色啊。系啊，水晶啊，我伫咧想要请你讲台语正经，我想要找出来，到底是啥物物件伫咧动来动去，就奇怪。好像在那个贡品上面有个东西在闪，大家有看到哦？我们不可以放大对，我今仔日是迄个，我在把你说的更笑。我今仔日是好兄弟的假面的角色，高恐怖，大家快要不见了。我看一下可以缩多小？我什么意思？很香灰，飘散在空中。嘿啦，其实是安尼啦，今仔日本地武星老师嘛是要来，就是咱的韩吉老师啊。我今仔日不是韩吉，我今仔日是马斯基多。哦，马斯是啥？嘿啊，就是猫啊。嘿啊，水晶，阮常常听一些怪怪的物件吼，歹势。水晶，今仔日来阮兜吼，啊，雄雄咧电玩普渡的时阵，听到怪怪的物件。我无想要甲你提起，你无 BGM 啊？啊，我无 BGM 啊，歹势啦。我BGM。不要给他回力，就是要太专心在寻找地瓜老师的声音了。歹势啦，韩吉老师好啦，无安尼好啊，我甲你用较大的安尼好无？安尼啊？有劲。好啦，你乖啦。好啦，咱的韩吉老师今仔日吼，伊就够多，伊就讲本来是伫咧家啦，本来是我跟水晶吼的中吼，伊伫查咧中啊。我刚刚大家应该无想要看我遐尼大汉，所以我就坐伫咧迄个，我就说我要坐在神龛上，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把我安排在就伫咧捧豆顶边。我刚刚迄个主角这个主次。这个角色的部分，我甲迪凯的理解可能有很大的落差。落差，无啊，伫咧捧个的顶管，足够追呢。你看有咧叮当有无？对了，好了，我们赶快开始吧。对啦，韩吉老师，来，我想要争辩啊。有啦，今仔日吼，你着伫咧捧个家吼啊，嘿，若是有啥物需要吼，这你讲吼，我帮你调整。今仔日咱的计划是知识地花书上尾一节嘛，就是计划套的部分。所以今仔日我不是老师，恁两个才是老师。啊，我有找一个特别的角色，我有找一个特别的角色来帮你验收。我们然后现在再找一个英文老师来，我找一个英文老师来。所以今天你们两个要当老师，然后就伫后边。就是华恩迄个戏修爱，我就扮演临时的角色就好。今天没有我的事情，这些会当先困的。这戏修啊吼，迄个存在感有淡薄重有无？伫咧叮当。而且我看，你看我伫咧后边啊，是我无讲话的时阵，我觉得还蛮应景的。旁边刚好有香可以拜我，你看。哇，赞呢！我觉得我今仔日是迄个 cosplay， 就是替大家迄个庆赞中原的部分，就是我是庆祝中原的那个角色的部分。对啦，我们真的非常的应景吼，对对。庆赞中原，对，那这样子讲到了这个中原的部分啦。来，水晶，你们家开始中原普渡了吗？
确实是还没有，还没有所以我觉得刚一进来就有一个突然想起来好像要做这件事情的对，感觉，该普渡了。空间唤起我的这个记忆。你看到多少人，刚刚应该要开始拜拜嘞。对，快点你呀，用底下你听完头哇，看起来令人，我有看起来看你要令人尊敬，真的是太好了，谢谢，多谢，感谢你的耳了。音龙宛在啦。等下冷消诶，来拍摄，咱水晶，咱的节目吼，就是常咧冷消诶啦。什么是冷消诶？就是对你应该听得懂吼，冷消诶，嘿。水晶这个听得懂，还听得懂啦，对，还听得懂，还听得懂。对，水晶很可爱哦，因为当初其实猪猪这边其实一直觉得水晶讲英文真的够有气质的，够好听的，弟弟想要邀请过来安尼，嘿啊，不过迄当阵的想讲，因为水晶常常在开台的时阵是暗时，就是说水晶跟猪猪其实是时差好朋友的这个状况，所以当下想邀约的状况下，其实也是汉杰老师那边我们也讨论了一下，想说。要不要邀？要不要邀？我就想，邀请快摆，就是我们邀请看看嘛，搞不好有机会啊。真的，就咱讲台语去话的一个目标，除了就是现在当讲台语的好朋友，这个好朋友最好是有气质的大姐姐。没错，邀请过来了。而且今仔日咱看到咱水晶哦，有看到咱的哇，真正扑灵扑灵，来扑灵扑灵的台语，跟哪讲啊？扑灵扑灵是扑灵扑灵吗？就是布丁，你是讲吃的那个甜咯？你是说吃的那个甜点，还是香香细细的那个？哦，对啦，就是今嘛水晶对我隔壁有，我真的香香细细，就是很那种扑灵扑灵的台语，变怎讲啊？有香细细啊！你不是有唱过？就是香细细哦。我想讲，你刚刚有唱过，我刚刚有唱过。我想讲，当直接讲，好，有啦，有香细细。我有过这书啊。我想讲，咱若是直接讲扑灵扑灵，安尼时段刚有听有，就是我们直接讲，扑灵扑灵，嘿呀，扑灵扑灵的话，这样子台语是通的吗？你那是我刚刚应该看是像讲诶，我觉得应该要看是谁讲的。如果是你的话，应该就听得懂，因为你顶管着你讲话的时阵，你的手势就侪，你就扑灵扑灵的就这样。你的手势很多，我现在好想，不公紧张，对啊，你这样想啊，安诺，我现在很想打那个地瓜，对，那个地瓜拿过来烤，你知道吗？喝啦，而且啊，就聊天，对啊，聊天室的各位刚刚有 Q 到说，咱水晶很像山东话，这样没有。他们在乱讲话对不起，就放了一些奇怪的人进来，我很抱歉，没有在乱讲话。你讲真正什么的？等下，刷顶的大家吼，这个乡亲时段，你跟我讲，就是咱的水晶老师伊除了会晓英语以外，搁会晓什么语言？快点告诉我，我们水晶老师除了英文之外，没有，水晶这除了英文之外一无是处，我中文也超差。说到我刚是迄个山东大馒头那种了。没有，我只会说山东大馒头。那阿奇按照音诶，安尼讲水晶老师也像讲山东话、山东话啦。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好久以前，就是玩游戏无聊了，所以要学山东话这样子。哦，你说玩游戏，对。但是真的不会，真的没有这个技能，我就很抱歉。我觉得就是除了英文之外，一无是处。不要这么说，你把你讲。没有啦，今天你当邀请吼，咱水晶老师过来吼，我就是有心理准备，我嘛是要来讲一寡英语哦。但是呢，其实啊，我今仔日啦，我知影我要邀请这个英语就厉害的这个水晶老师过来有无？我就紧张，我想讲那邀请到这么厉害的，算是英文老师等级的这个来宾，所以我自透早我伫咧量我的这个英文稿。不过我讲两个滴滴答答，就是我有准备，就是在我们结尾，我想念给我们水晶老师听的这个，对，所以啊，就是不会，嘿呀，所以就是在我们结尾以前呢，来我也要好好的请问一下水晶老师，今仔日吼来迪卡边的，你敢会就紧张诶？超级
但是我必须说，就是开始之前，猪猪给了我非常非常多的鼓励跟赞美，所以我现在就是觉得，还可以，已经开始会讲山东话了。你开始也要讲山东话啊？没啦，我真正是肺腑之言，因为就是这个猪猪吼，真正是就无时间给直接滴吼，所以会当邀请过来的朋友吼，我拢就珍惜咱的时间，就是对，因为时间很少，所以就是我会把就是观察到的我喜欢这位鹏鹏的哪里，我们快点讲，不然我担心之后没有时间讲就可惜了这样子。刚刚开播前已经被夸了整整半个小时了。真的吗？我们一直的团队，迪卡的团队就是夸小队。不啊，你嘛是吼，韩吉老师，你不遑多让吼。我刚刚点我的零星目标就是三不五时爱要及时啊，就是三不五时爱要及时啊，因为你嘛唔知啊。对啊，你敢有看过一个迄个 reels 有写讲你永远唔知影你上尾一届你抱你家，就抱你后事，还是讲抱你的朋友是当时，所以我们三不五时爱要及时。我们等下平常都是在看下面物件。我其实也是，就是除了看迪卡之外，也是会看一点有那个正向的温暖价值的东西，不是每天都在看一些怪怪的东西的。水晶老师，你有没有觉得哈，就是现在这个时间等在丢完坡头，有几粒含几粒公，就感性的话，真正而且他旁边还在烧香哦，他旁边在烧香，这个感觉很奇妙的体验。你是刚刚我讲不出出的心内话是不是？我真正是我卡莫多阿里阿多呢，我真的感谢你。多伊达西马西的，好不？不过咱今仔日不是要讲英语啦，不是要讲日语啦，是要讲英语啦。台语老师，你讲啊，台语老师，台语老师，好啦，来啦，你恰，那我下次就写山东话的计划给文化部。我不要气标，对，直接但黑那个黑名单，好笑。对啊，不是山东话好可怕。你恰今仔日水晶老师来，其实跟我讲伊足紧张啊，不过水晶老师他真的很有新意哦，伊真正有准备这个台语的，就对，这个自我介绍，你要公看买呀不？很短，没关系。而且我还去跟事务所求救，我说救命啊！我们事务所名字怎么念？啊，我懂，听一下小抄。我懂。我偷听一下。不要紧，嘿，豆豆来。保佑我！不要紧，后边你若是讲你小等吼，你两个尾晓，你们可以求一下神主牌。神主牌后面有一些，我刚刚周身的力量，他们也会救你的。你今仔日就是咱周身的力量啊！那你现在你今晚开始以后周身那生气啊，你已经触入祖先了，你把我放在哪里？你自己说。连捧个宾馆。咱的水晶老师应该差不多了吧？还是需要再一点时间？是短的，然后可能会听起来笨笨的，没有关系。你最低工加油！耶！这里好温暖哦。但是讲你开到起来，我豆婆下面塞5斗的，这是重点。现在有斗内怕婆香。来，好，我们给水晶慢慢讲。来，大家好，我是南医册局旗下北门市的事务所怎么念？事务所VTuber Crystal，对，就这样子，懂了吗？在！哇，不好意思，听起来超级哩哩啦啦的。不，所以南门事务所你还特别去请教了一下，然后明就是北门，我靠！没事，南医书局北门事务所合在前面的，好像也没错。搞错了，简称嘛，可以啦。你若是不是台北人，你在南门坐到北门，你爱我市场。我拢家己开车咧。中间可能有5站哦，差不多有5站哦。不过真正是足够追的，所以你是昨在电视的时阵，你有家己听家己讲台语有无？我不敢呢。其实就是念看看，但是不敢听自己念的台语吗？
对，对，是，嘿，不过觉得怎么念好像都不像好的台语这样。我知，就是我在练英语的时阵嘛是安呢。我在念英文的时候也是这样，我觉得我怎么念就是都是会有那个日文的腔调啊。来啊，对呀，我刚念的时候也觉得，怎么听起来很像在念日文？就是事务所，有一种 international 的感觉。我跟你讲，台语就是一个 international 的语言呐。若是讲你想要教迄个语言学好，这就是文化部的重要性。我发现这当时就适合伫咧这个时阵的刚上好不时间，好刚上好不时间我对我们的惯例有好多无甲水晶讲，就是我在弄有一个刚上好不时间吼。咱今仔日呢会使来到这特别的访问咱的 VTuber 鹏鹏而且佫用台语做一包气话呢，是因为有受到文化部的赞助，感谢爸爸同对。是啊嘞，就是这礼拜，不是这个月是上尾一届，咱有特别的会员活动，就是你若是加入150块以上，就是150块就有，但是你150块以上300块，佮有3200。迄个会员资格，你就会使摕到咱这个月加迪卡加文化部特别合作的周边。这个月是饭友，因为是上尾一个月，要想讲我家己开钱，我就想说做好一点的，很可爱哦。因为迄个顶礼拜是7月初7嘛，就是七夕，所以嘛是青牛嘛，所以有台湾有一个新名是青牛嘛，没错，青牛嘛生的时阵有青牛嘛生的时阵在加上他们。它其实也是类似情人节啦，只是不是七夕。对，而且青牛嘛是你伫咧迄当时青牛嘛生的时阵爱食油饭，然后若是讲你有介意的查甫的，你爱去引导头班场啊。就唔知影是安怎爱头班场啊，回嚟就是安尼啊。若是讲就是迄个查甫嘛介意迄个查某囡仔，因两个人就会做伙，安尼就是对。所以呢，咱这个月你要给大家看那个嘛，你有爱互大家看咱的迄个饭友吼，对，朋友，咱的朋友哦，那饭友呢，互大家看卖就是迄个来，就是去看互大家，就互大家。就互大家食迄个有掺盐水的油饭，一定爱讲有掺盐水。上面有盐水已经是我最大的退让。对，谢谢。以前的衫就是日治时期的时阵，就是长衫。对，长衫配迄个百褶裙，大家使参考看嘛。对吼，那现在加入还来得及哦。真的是最后1个月哦，嘿啊，时间过了就紧呢，真的。对哦，你若是直接加入3200，爱有这个朋友嘛，好像还会送那个嘛，你可以做一寡高阶会员。我唔知影迄敢是假米对，因为我顶礼拜食，绝对是假米。我顶礼拜食了以后我食了一个香菜蛋糕。对，水晶你喜欢吃蛋糕吗？你有介意食鸡蛋糕不？我以为是问你喜欢吃香菜吗？应该是被问讲，水晶你刚爱食 NC 就是香菜，没有，会吃啊，蛋糕也爱吃，蛋糕也爱吃。那我们冰箱里面还有那个香菜蛋糕，对不对？抽一个寄给他。我不可能上这个节目还有蛋糕可以吃，太好了吧？真的吗？你真的想要吃吗？你认真了。来，水晶，来，今晚好，冰箱来，咱先去冰箱吃一个鸡蛋糕，大家拜拜。我为什么留在这里？水晶直接移动。那我们可以先给他看呐。你如果喜欢吃的话，好不好？我也是可以赞助1颗，直接送到你家，我要笑死。这样给我假料，我跟你讲，我假料了啊，我破杯1礼拜。你应该说考试都考100分，好不好？水晶，真的是这个，我假料这个NC 给人高，然后我就重病不起1个礼拜，精神武汉肺炎。
我今天我改过，我这真正化学的代志，我快要笑死了。我跟你讲，要用魔法对付魔法。那武汉肺炎像你还讲丢嘛，我们就直接把那个抗体直接吃进去，你知道吗？Uber 来，水晶你把我的抗体参考一下。吃掉，然后你是把我的抗体吃掉的意思吗？我很惯啦，今晚来者是客，那你水晶今晚等下温刀，我去菜夹给冷哥哈，等我一下，你们等我一下，我就是切蛋糕，那拜拜。对，刚刚迄个是低卡的馒头，馒头啦。你若是你头多这两个物件拢是你介意食的物件，常做会你一定也会很喜欢吃吧？上面有金箔对，上面有金箔。我妈已经，我妈自己知影讲大家做 VTuber，我们做 VTuber 都没有到非常的有钱呐，但是也不至于到上面有金箔就难吃吧？我的天哪！可是我觉得啊，水晶他真的不愧就是那种很纤细的老师他就是会默默的观察，然后说哦上面有金箔哇非常气质哦够气质Uber， 一些在想办法要怎么样。他是在想办法要怎么样才可以肯定你，好不好？哇，我觉得这个才是，就是如果真的要吃，我会吃。我的天啊！真的，我很喜欢吃怪味的东西啊！怪味吗？对，原来是怪味吗？怪味好像有点失礼，对不起。我想说，因为上面那个白色好像看起来像鲜奶油，想说香菜加鲜奶油好像也不能说不是怪味，但是我喜欢吃香菜 ，OK 的。不要紧，水晶老师，你头都讲怪味的时阵，那韩吉老师笑到有够欢喜的，你刚才，他就是要等你这句话，你知道吗？怪味有点失礼。我受到的委屈，今仔日嘛无算啥。We could do anything。那我可能是委屈哦。We could do anything。系啊，这我做到哇碎你唔知吼，做到有哇拍拼你唔知吼，满满的爱意吼浓缩进去。你经教台语啊，不要讲迄老师啥，你今仔日是教台语啊，是安怎啦？嘿，我今仔日就是我要传你讲，这个 NC 蛋糕真的很好吃哦，谢谢大家。我今嘛，我们来相爱相杀。我的水晶还有一个进化的功能，你知道吗？它专门对奇怪的东西有兴趣。对，我知道我很奇怪，对，真的很奇怪。啊，不过其实我头都要弟弟在观察这个水晶老师，已经这样，这个算是气质之外，他还非常非常的内敛就是通常啊，我的朋友看到这个给人哥，一定是先尖叫，好，这什么东西，不要拿过来。但是水晶就默默的观察，金箔，对，金箔，你敢啊？你敢啊？当他只会伊敢啊会伫，就是无介意颜色的人面头前，把这个物件摕出来，而且是摕实际上的物件出来，然后逼近别人，好不好？你嘛看人，你们那边乱夸，我真的快要气死了！因为你讲的刚刚是我有问题，我是真正有食了破病来的，什么意思？不啊，没是安尼讲嘛，嘿啊，现场有也是不一定有那个吴昕老师吃完，其他人都没事啊，对不对？大宝老师也无赶快，大宝老师就不是正常的人类啊，他不是正常人类，你怎么可以讲？老师，你别讲你是经历过这些巨大炎上或者是巨大事件，伊都不会倒的人，对啦。对啦，但是可能水晶这次过来，他不要，可能会认为说我们都是怪人，虽然说真的都很奇怪，对，无咱拢是怪人，刚刚有你俩，拢我上奇怪，拢我，你好不？好啦，这个怪人呢，就是哇，今仔日要来请教一个，咱水晶老师真的是难得来到猪猪家吼，今天是真欢喜你来到温刀，然后也很开心你他都要有讲台语来自我介绍一个，真的很开心。所以啊，我们英文这么厉害的这个英文老师，咱水晶有无会当教猪猪一寡这个讲英语的这个撇步无？对，自信。等一下，你刚刚是自信吗？是自信吗？因为英文是一个你哪怕只讲一个单字，人家也可以知道你现在想干嘛的一个语言，所以自信就好了，自信的把这个单字讲出来，其实就可以沟通了。譬如有什么语境，就是只讲一个单字，大家就知道。
比如说，不好意思，我现在可以去厕所吗？toilet 就好了，这样就可以了。所以自信的把这个字讲出来，我觉得就很够了。啊，那得喝啊。有啊，好，那如果说我自信的说我想吃饭的是なんだっけ要怎么说呢？なんだっけ？哦，对不起。可以直接说我饿了，或者是你也可以问人家说要一起吃饭吗？其实我觉得很多种说法，但是都是在简短的单字内就可以解决的。那比如说我饿了，那你呢？这种就是I'm a little bit hungry. How about you？ 这样就你那个打舌是怎么回事？打舌，都有打舌。对，刚共几百，可以再讲一次吗？好啊，比如说像饿的话 ，hungry 这个可能大家都会比较熟悉。那你就可以说 I'm hungry。那你通常这种时候想要邀请别人一起说，要不要跟我一起吃饭？那你就 and you 就可以了。那你呢？这样啊，这样子自信的讲，就是会传达好听的英文吗？可以传达到这个意思，然后再搭配你充满自信且礼貌的语气，我相信就可以达成沟通的目的。哦，那猪猪试看看好吗？好啊。他说水晶老师应该是讲 I'm hungry。I'm hungry and you？ 安内吗？没错，I'm a little bit hungry too. We can have lunch together. Yay！ 对啊，完蛋了！等一下水晶老师刚的那一趴，我完全是没事，我在回应你说，我也饿了，那我们可以一起吃午餐这样。但水晶老师，你他都在 hungry 的时候 ，I'm hungry 的中间好像又有加什么东西啊？哦，我只是说，我也有一点点饿了啊，一点点就是 a little 这样。是个就是这样子就可以呈现我小跨腰啊。哦 ，OK， 那我试看看哦。I'm a little hungry and you， 这样吗？对，100分，超棒的！原来这样就可以传达自信的英文，天哪，超棒的100分。不过啊，就是其实我自细汉的时阵，我在读英语的时阵都无真正就无自信诶，因为不晓啊，就是不会讲，我没有办法有自信在这一块耶。老师，那边诺。我觉得脱离校园环境之后，就可以把这种，我讲的对吗？这个文法这样对吗？这个字这样用对吗？的这种疑虑拿掉没有关系，因为毕竟就是拿来沟通的。所以就像我刚刚说的，你哪怕只讲一个单字出来，其实人家也听得懂你是什么意思，就不用太在乎说这个这样对吗？要不要加 s 什么之类的。这些其实都是很细枝末节的事情。真的在跟比如说在跟外国人讲话的时候，可能其实人家也不是太在意说你这边有没有加 s。是安内吼，对呀，就是爱无主，就是脑海里面想到什么字讲出来，其实就可以了。中间有一些什么动词啊，或者是时态啊这些的，那都是很细枝末节的事情，就是意思有传达到比较重要。我觉得可以，把这种就是这个东西这样子用对不对的这个疑虑拿掉没有关系，这样可能会觉得好一些。我那是安内，所以你会感觉讲，若是爱练习较好的英语，其实背单字就是迄个背迄个单字是较重要的，就单字一定要多。单字多会比较好，你也会觉得说好像有比较多东西可以拿出来跟别人讲，我现在要什么。对，对。但是至于讲的流不流利，或者是句子当中这个连接词长这样对吗？或者是这个时态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些其实都还好，都不是很重要。你讲的越多，慢慢就会抓到。但是要怎么开始这件事情，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卡住的地方，就觉得我都觉得我好像怪怪的，所以就不敢讲。但其实这是不用在乎这么多，真的不用在乎这么多。真的就是词汇量真的很重要阿姆哥我的是词汇量太少，我就是英文不学好，我就只是一个简单的单字我也讲不出来，我讲不出嘴的是因为我读了太少，我就是背的太少了啦。对，我刚刚也没有关系啊。
刚才就是会当先看册吧，就是先用看书这件事情会当先解决这个问题。除了这个代志之外，我觉得我还有一个，我伫咧最近的是英文的时阵，我刚刚有一个，我刚刚但是我刚刚这个个性跟较有关系，这跟我个人可能比较有关系，就是有当时我会抓无公营利益的人，因为他们可能会有一个文化跟一个语感，对啊，有当时刚刚唔知影要安怎讲，甲因开讲，甲因交流，才可以达成一个比较不失礼嘛，对，啊，还有迄个会让大家更了解我个性的对话。我感觉这对迄个我学英语的时候，我是感觉介困难的代志，而且这个真的只能去国外住一段时间，让他才会当解决这些问题。哦，我觉得这么觉得吗？你说看看。现在就是大家在手机影音上面都可以看到很多，比如说外国人的影片啊，或者是发生在外国地方的这种影片，或者甚至是短影音这些的，其实就可以蛮好改善这个问题。因为就我理解刚刚地沟老师说的，其实像外国人会有很多 small talk。就是那种，今天天气真好，你过得怎么样？你吃了吗？的这种就是很无聊也没有什么意义的小谈话。但是这种是课本不会教的，学校不会教的。但其实这些构成了跟外国人对话当中的很大一部分。对，但是这个东西，爱交流，你若是爱交，真正爱交一个外国朋友，这个物件才需要。这跟台语是同款的，就是阮拢会讲食饱未吼，对。啊，咱伫咧讲，甲别人讲恁老母较好的时阵，也不是正在问候的时阵，叫妈妈，就是这个意思。对，所以就会有这种很多那种相关文化的东西，跟他是需要时间去认识。对，真的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生活的东西吼，你在理解的时阵嘛是赶快。就是我是觉得好妙，今天我们这完完全全可以去把这些语言啊，你看可能地瓜老师那边的台语，水晶老师这边的英语，然后猪猪之前就是比较常读日文的部分，我们凑在一起东西赶快的名家，就是语言你真的就是要自信然后生活化的东西常去接触，对。就有的时候滑短影音的时候，滑到英文的短片，可以我自己我会看个2-3次。因为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最日常的东西了吧。那如果说我能把一些日常的回应记起来，比如说人家如果真的跟我说天气真好，你怎么样的时候，我要怎么回？那这个东西如果我能背起来的话，我就下次讲出口的时候也就比较不会怕，因为你已经背起来了。对。所以我觉得，虽然背诵这件事情，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啊，你是不是没学会你才用背的？但其实我觉得这是先给自己自信的第一步。你先讲出口这个东西看看，然后当你真的收到人家的反应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啊。我真的讲对了，那你就会更敢于去再讲更多的东西。哇！最近就是我常常看迄个，就是有两个，刚刚是应该是姊妹啊，啊不，就阿姊甲小弟，对，还有迄个就是伫咧，因伫咧，刚刚是咧，就讲话讲甲咱亲像是 mean girl 迄种，迄种。我看就嘴盖，我说很想学的 ，yeah you know I'm done 完蛋了，对我也是不同次元的物件，我去泡茶喝啊，拍谁你抬杠。我觉得把语气学起来也会蛮有意思的，对，就是你。听开英文就会变得就好了。会，我在，就是我学那个日文语气，嘿，赶快物件，就是安呢。对，语气学起来，哪怕你觉得说自己讲出来的东西好像不是很肯定，对不对？但是语气对了，听起来就好像很厉害，很自信。原来是安呢，啊。起码咱水晶老师嘛，参伫较分享一寡这个经验的这个技巧啦，真的很谢谢老师，就是算是简短的撇步，可以分享了一下，就是英文这边的一些技巧撇步的这个部分。你头多是不是讲爱有自信？现在你刚在那边，你刚刚又很紧张，对呀，一定会头多看到你的追击讲，我觉得这需要就是自信后，然后那点就希望和你自信讲起。起码徛阮边仔是扑灵的这个水晶老师，我当然嘛紧张，水到有搭子呢。我得紧张到要死，你是咧？哎啦，还有自信。哎呀，刷落来，我可以回馈礼尚往来一下吗？水晶老师，麻烦你了。
其实今仔日じゃあ一緒に頑張りましょう。違う。咱到底来加油啦！现在给你就这里文。哦，今天这个我跟你讲是4国语言切换哦。华语有无？台语、日本话跟英语有无？哇，我们今天会非常的 international。来，我们现在切换到对，咱就这边来的，唔知日本人唔知除了听到日本里面了，就发现其他的大部分的时间都听无。对，但你要敲一个，我拍摄，我稍微把大家移动一下吼，等我一下，等我一个吼。好，等一下，因为今仔日就欢喜，咱邀请咱水晶老师来，所以咱礼尚往来一个。现在咱爱去另外一个空间，你即马是想要创啥？就是要教台语啊！而且就是我看起来就定的。无啦，你来我家就好啊。找一个奇怪的地方，再塞到我的来，你来我家，我贴，你呀，你来我这边哈。然后水晶老师，我可以躺在聊天室上面吗？你躺在聊天室干嘛？可以啊。老师，你这么想躺平吗？然后躺在聊天室上面，让他们别画。我让他们画多一点，我可以踩他们。踩他们？应该我应该敲到差不多啊！谢谢大家哇！我们今天真的算是知识地瓜猪的最后一集，真正是中华也当邀请咱的水晶老师过来咱那边的啦吼。对，基本上就是也算是稍微跟水晶老师介绍一下我们台语的部分。来，水晶老师，你刚有跨过咱台语的台罗的部分。大概知道这个东西。嘿，大概知道有看过，也知道说这个可能是台罗这样子，那种感觉吗？对，应该会当先攻击概念。今天是什么教委评审吗？好奇怪哦，反正你是也在先把台语这个物件先淡掉。你应该有听过罗马字吧？就是英文其实也是罗马字的一种，对。然后你有知道讲就是罗马字，它可能在德语它有不同的念法，然后伊伫咧日本有无赶快量化。台语其实嘛会当用罗马字拼出来，它是可以拼出来的，所以就是一个世界通用的语言用这个字去演绎台语。对，没有对。那么其实基本上现在可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表格，可能会脑筋转圈圈。你看这个表吼，会当应该是讲熊安尼我看有嘛是就困难呢。就是这个表格可能一开始要去学习是比较困难，但是我先简单的分3个部分跟水晶老师诉说一下。基本上这个表格我们可能就称为是声母的部分。那么接下来这个叫做韵母，我先快速带过，待会再回头。然后声母跟韵母结合起来之后，我们还会有一个音调，这个就是台语很重要的音调的部分。对，音调的部分结合起来之后，就会成为所谓的台罗或者是台文字的这个部分。那除了就是我们可能看到的有一些我们有时候看不太懂，或者是我们看得懂的一些台文字的部分，罗马拼音也可以形成一个字，那个也是字。这个也是非常感谢韩吉老师之前在替我上课的这些内容。那它就是英文的单字赶快啦。对，对。英文的单字，英文单字就是 D， 伊就是 pig 啊呢。对，台语加一个物件叫做写掉。对，所以其实有你先学台语，过去学英语，你的英语也较好，因为你是拼音文字。对，拼音文字，然后转拼音文字嘛。对，就是即马有足侪台语家庭的父母会讲，现在因爱先互囡仔先学会晓写台语，因为他们看到英文的时候，就会觉得这是连通的概念，伊是一个同款的概念。可是你若是咱参就是阮细汉的时阵是先学华语，我唔知你啊，你可能就一开始就英语就好，但是因为我自细汉时阵先学华语，它是象形字，象形字在转，就音是另外一个系统。对，没有错。是不是刚刚即摆看起来较清澈啊？对，就是安尼，就是安尼，系啊。但是一开始的主开始，你说声母韵母迄是啥会吼？可能基本上咱即马先产这个英语全部淡掉，我们可能先暂时先把这个英文的东西先丢掉看看。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声母究竟是什么东西。对，一
一开始其实我也不懂的状况下，那可能韩吉老师他就很亲切的直接把可能我们所谓在台湾在学这个可能 ㄅㄆㄇ 的这个符号帮我注标上去，所以基本上我英文不好的状况下，我去背这个其实挺快的，因为我英文就不好嘛，所以我可能不会受到可能 people。然后什么科格什么之类的那个什么去一些 KK 音标什么之类的，我也不知道，所以我真的就是看到什么就背什么，对。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可能所接受到的英文跟现在我们在读的这个所谓台罗的这个声母，我们要发出的这个部位的部分，可能跟英文比较不一样。这个也是我现在还在努力加强的部分。因为虽然说上面啊，韩吉老师有把一些双唇音，就是 ㄅㄆㄇ 的部分，好，这个双唇音 ㄅㄆㄇ，我们用双唇去念出来的这个部分，对，这水晶老师应该很好懂，吼，那。感谢西哥的降落。结果嘛，过来啊，来当的啊，当的来跑一下当哎，哎呦，等的呀，真久还没来啊。哦，你怎么开一个很道理哦。我们开一个小米玩家已经出来了。韩吉老师看认真的韩吉老师。我赞助500观众。韩吉老师，家里的台湾秘鲁送我的。好啦，无搁一首好啦。来台湾秘鲁也是要帮忙着的，不要地哦，拢才能让韩吉老师讲起来，拢有啦。那好不？水晶你要顶下。原来这里送的是长相子。头一个。对啊，系啦。这钱吼，大家摕去买月饼。我袂开卖我袂拢零了了。拢了好对。拍谁？最近老师拍谁？那熊变在本德来。没事。先到这好热闹。对哦，甲大家就是小可分享。甲水晶讲一个点哦，是安怎会讲迄个诗歌是王档的？是因为之前就是我们有做一个特别的计划，对，甲霹雳会啊，霹雳会一来我家，我们他有得奖，所以他基本上是王档的啊，选对可以中哦，嘿，好，跟着一起叫档诶。大家好，感谢档的赞助，咱300观众。对，刚小档那我们开，唔知有偌济，但是就是我的青菜花。嘿啦，有啦，啊，即马吼就雄雄要办到啊，吼，直帮忙着家己去讨吼，而且红包吼底下写。讨多少钱？讲起这是一个正经800的教学台，不知道在冲啥。我们真的很正经，你掐给那里咱摇掐点咱水晶老师，哦，真的很开心。水晶老师今天是来跟猪猪分享英文的部分，也来教我英语啦，吼，所以我们礼尚往来，稍微跟对，所以我们先礼尚往来吼，我们稍微跟水晶老师跟观众介绍一下台罗的这个系统的部分，吼，严肃学习，我们很严肃，对。严肃学习，我的代志无存在过咁款。有啦，咱王档来的就是有存在吼。那谢谢各位观众们，感谢你们来到猪猪的频道，我们现在一起来学台语，咱到底来学台语吼。谢谢你们大家。咱大家讲就对位了，相顿吼，双唇音。安娜，对，双唇音，对，就是啊。目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这个双唇舌尖啊、喉音跟齿间音的部分嘛吼。那双唇音的部分，基本上我也算是比较土法炼钢啦，我就先真的是 b p m 这样子去记，去硬记。对，一开始我真的只能。我刚刚会记得英文的字母，就是英文字母是不是？比如说伊是 K， 但是伊是嘛是花可，或有当时嘛是有个这个音，就是看迄个单字。对。啊，有当我刚台语的物件其实是同款的，可是台语又比较单纯一点，就是伊若是讲真正是送开的音，那个送起伊后边就会有一个呵，它就会加一个 H。就会跟你讲这是爱上气哦，这就是你的嘴巴一定要有那个气出来。比如说啵伊就是啵迄个，你把那个手掌啊放在嘴唇头前，啵伊就不会有气。但是讲啵，它就一个有很明显的一个，就是穿气的迄个气头出来。对。好，继续。好哦，李凯老师。好，刚下力韩吉老师，好直观。对，但是啊，其实我在最后把这些
音符都记下来，我才发现说的残球在汉基老师静静在共轨，他这个东西并不是说你真的要把那个音发出来，它只是发音的一个方式，你要用哪里发？对，这个一开始我听不太懂，但是我起码我了解啊，我请假了解啊。对，也就是说，目前声母的部分，我们只是先它固定在我们要在嘴巴的哪一个部分去做发音。好，对，所以来说的来舌尖的部分，那既然有舌，还有舌尖，那一定就是舌头的部分。所以我们简单就是可能我们看到了 T 这个字，我们可能就不是 T 特了，就会变成是的这个的类似啦，就是比较接近的，就是注音符号的这个音。然后舌尖的部分，例如送气的部分，就是一定有 H 嘛，它都要汉基老师武功吼。H 的部分就。好，把气送出去的这个部分，那呢的部分，它就是紧连着我的鼻音，就是我最会发的鼻音。有，伊就是头前伊怀的怀的迄个就是横的那一列，伊是发音的部位，它是部位。比如说我用双唇发，我就然后再加你的一行。就是它直的那一行，那叫做发音的方式。对，有譬如说，我的发音部位是舌尖，我要用拼音，就是我要用美环的方式讲就会变成 no， 就是变呀那个 no， 就是这个意思。真正就欢喜咱最先老师来到咱的频道。好赞哦！先跟美华一起上节目。你要就是低卡乌丢的有另外一个人，这个好赞哦！哦，就是我另外一个角色哟。是啥物情形？就是安尼，就是安尼啦，好啦，再来，咱的舌尖音歌有这个 L 开头的，这个归类成浊音的这个部分。可是浊音的部分，水晶老师目前会不会比较没有概念？对，浊音的话，只听过日文的浊音跟反浊音。我懂，就是伊就是日文的迄个浊音，对。譬如讲，但是是安怎台湾无迄个舌尖的浊音？你有知影迄个日本有一种米粗粗，会去就是即马百货公司地下街很常会有的。就是一个那个什么字面所里面会卖的，就是乌冬嘛，乌冬就是弄这个音，伊其实就是多的那个录音嘛，对，伊的头壳顶有两撇安尼，但是台湾人讲话是一首平淡啊，所以我咱拢讲乌龙，然后就直接被划掉，对，所以其实是同款的。你若是较你是一个很勤劳的人，对，你是勤劳的老师，你直接讲乌冬面嘛是会使。对啦，就单纯就是台湾人懒。其实日本人嘛是就平淡，他的音变也是这样子来的。英文会这样子吗？有所谓的方便发音这样子的一个构造。会也是会，本来应该可能要每一个音节切开的字，念快了念久，它就会有点粘在一起，嘛是赶快。原来如此。好，那所以说这些都是基本上语言真的都是共通的吼，有一些对音变的部分。好，那接下来刚刚我们就是聊到就是舌尖的部分啦吼，我是觉得接下来可能水晶老师会渐渐的比较有概念了，那就是接下来喉音的部分，那就是在我们喉咙一开始就是在喉咙发音的这个位置吼，所以就是 K 的部分我们就是用咯去发这样子，咯去发。对，然后有一个 H 就是送气音，就会变成可能注音符号比较符合的就是咳，对，送气出去这样子。对，有没有越来越有概念了，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又是一个鼻音，又是一个我们的鼻音的部分。对，然后这个 NH 是一开始对不起，这个 NG 的部分啊，是说一开始其实也不懂它是什么东西，我只能硬去记它就是注音符号的就是这样子。当然，因为这是台语跟台语有对，那参像是英语啊，跟日本还是跟华语，他们都会有他们自己的就是特别的字，就那参像有一寡物件是通用的，但是有一些东西。有些东西就是这个语言独有的，对。可是到这个独有，其实你伫咧迄个欧洲的语言内底，应该嘛是会听到就这迄种
譬如讲那个，他们不是会动那个小舌音吗？就是他们会有那个那个好厉害。印度人不是有时候讲话会弹舌吗？对，其实是，其实就是因的母音，那也是他们的母音哎。哦，好厉害哦！所以他们常有打舌音，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嘛，那个惯习啊。哦，惯习很喜欢呢，好啊。有意大利人不是也会吗？都超打，超级打，超打，超级打舌，超打。对啊。啊，算了来，又是我们浊音的部分啊。那浊音牵扯到喉音的话，就是个的这个部分，这个我也是用日文去记了。对，这个基本上每次看到浊音，我就会直接把系统分析到日文那边去。的这个部分，对。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有喉音的部分跟齿间音的部分，后面会有就是多一个可能刚刚在双唇跟舌尖音没有的最下面的那个呵 H 的部分。对，它也是个归类在喉音的部分啊。这个我也是一开始就是硬记下来这样子。对，就先把这些英文对照到你的口腔的哪一个部位，就是先记好定住它这样子。第二的是安呢。那齿间音的部分其实基本上就是一开始我其实嗲看不到，是安怎？因为是安在讲就是。一开始这个 TS 啊，就是我用注音符号去记它是鸡，然后有 H 的部分加一个 H 就是七嘛，也是送气音，所以很合理，对，就觉得好，我这两个先记起来。但是我有一次翻到国小的课本，我发现这个 TS 它有时候会发成滋吃丝日那个没有卷舌的滋，对，然后TSH 它会变成吃。也就是说，我常常在搞错这个完蛋了，鸡七或者是支吃到底是哪一个才是对？一个是赶快，对，都是赶快的，对，所以我有那看就是你这其实是赶快，因为一人海，我头段有看到开讲写来电也有一些很厉害的人，他们知道语言学，其实声母加韵母。这个概念水晶应该也知道啦，因为英文老师嘛，就是其实声母是无发音的，对，声母它是不会发音的，对，它其实是所以你要给伊有记忆，就是你有记忆性的话，你必须其实要塞一个母音给他，对，一支就是发的音，就支然后你就是对。但是我会讲是鸡，是因为我后边它一，所以变做一鸡安尼。对，那但就是咱在讲波波摸的时阵，我们是说波波摸嘛。对啊，但是咱的阿公阿嬷拢会讲波波摸。不是台湾国语呢。这个是他们的系统，一起坑 O 落去就是波波，波波摸。迄唔是台湾国语。对。就刚刚是读我刚才韵母入去，所以你安怎记？你爱记支吃还是机器拢会？对，都会塞。所以我就是之后就自己融会贯通，想说原来那个是一样的地方，因为它这个就只是帮我们把一开始你要发音的地方先定在那边啊，就是它会找一个比较接近的注音符号让你去记，但它并不是绝对就是发那个音这样子。对，我之后就终于自己去搞懂这些事情，这样，对，然后可是不得不说，在韩吉老师在做这张表的时候，真的是就清澈就是这张表其实对我也已经算是学习上面很大的帮助了。所以齿间音的部分就除了可能鸡七跟支吃，我当时就是真的是记了很久之外，接下来我们这个 S 应该比较好记了啦，它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 C 的音。对，对，那但是它也是归类在鼻音这边，这个也是我一开始觉得好神奇哦 ，S 的这个部分，对，我就是是啊，就是因为伊就是刚刚是因为伊家较好读，对，其实齿间音不会有鼻音，因为伊是为迄个你的喙齿家。它的声音是从那个齿间流出来的嘛，所以没经过你的鼻，所以他们其实是没有鼻音的。但是因为为了要好记，就是它就是让你看起来是有一张表的那个感觉，所以它就会塞在心这边。原来是因为安尼，就是因为一加一其实听起来就像的呀，就是只是一个鼻塞的人在讲一样，你看卡的安尼，原来是安尼，鼻塞就是
美环发音的时阵，你会听做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应该是安尼讲啦。我觉得就是古早是这较我语言卡，这甲台语较无啥关系，就是咱会把一个音就听做另外一个音的前提是它有不同的意思，有无同款的意思，就譬如讲鼻音伫咧台语就最重要，因为台语有很多一发鼻音就不一样的字嘛。对，譬如讲，我想一下哦，细加生，对不？对，一个是喜呀，然后一个是生，对，就是生出来，没错，一定有无同款的艺术，但是华语就没有鼻音这个系统啊，没有你这样讲话，你还是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对，笑什么笑？我就是要笑，有一个艺术，就是对，若是讲伊这个华语内底无这个系统，你要安怎讲嘛无问题，所以它就是对，但是因为。所以就这个状况内底，鸡跟鸡，伊就是听起来是同款的，然后他们就不会特别发出来，除非就是鼻音化。可是鼻音化这种例外的物件，今仔应该不会刚刚就是不会教到那个我就是低卡的目标，就敢若是互水机听有，就是看有台语尔。对，我们没有教鼻音化。那鼻音化这个就是它很极端，譬如讲水晶的晶。水晶，它就是一个红人茶是南北部人不同的念法。对，有人讲水晶，有人讲水晶，对，所以就是它是一个特例啊，这种特例不会出现很多，包括那个啊，购物那个改六这些词，就是它都是很难的词。那很难是因为你有想到台湾人就冰冻啊，就是我们不会特别一直去造很难的词出现。对，除非就是爱美人啊，就是有时候就是。对，就有时候骂人的时候，你当然要以礼相待，然后就有很多以礼相待。买死就吹一茶锅，买打个泡，那个是文采就行，那是文采的部分。文采，这不拿是台语有哦，这个就是金骂还是蛮厉害，你们可以去看北京人怎么骂人，就是也是蛮强的。对，这就是另外一个部分。可是平常日常讲话的时候，就是会当变大着。刮跟饼多，就是我们就是不用太纠结这个，所以就这种音都不会很多。对，就是安尼，就是安尼吼。你继续。好哦。那目前呢，这个才是声母的部分哦，就是要固定住我们那个嘴巴的口腔到底要从哪里开始发音的这个部分。是有没有看到我们右下角那个 A 的部分？这个零声母等于韵母。这个现在水晶，你有没有看到黑人问号？有。这个部分其实我到现在也只能知道说，它可能就是 R-E-V-O 的 R， 我觉得目前就只能这样子去记它。对，目前就这样记它。那韩吉老师这边对于他把表格塞在这个部分，目前有什么？我都气死了！你看，你今天老师，然后你教别人说，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你太疯了吧？因为我还在学嘛，对啊。你试一下暗度陈仓一下，问我这是什么意思也可以。好啦。零声母的意思就是我边用。以上就是我要有以上所有的这个部分，我不用嘴巴任何一个地方，我就可以发出声音来。的意思其实它的概念就是韵母，所以韵母它同时也可以当声母，因为伊就是有声嘛。譬如讲咱讲的 R-E-V-O 啊，台语加一个安尼 R-E-V-O 它单纯伊念出来，伊嘛是有迄个意思啊。对，它也有意思啊。譬如讲啊是啊叶啊，E 是啊叶一，R 一乌是乌无，就是无加有的迄个有，伊嘛是会使加做一个词出现。所以你会觉得这个嘞，扣分，扣分。好了，和你扣分不对。阿哥，我就是会觉得很神奇的，就是说，咱常常在讲这个啊有无，可是你看把它系统化，我们根本就不晓得说为什么它必须塞在那边，一定要老师去搞这个怎样，你知不？这是我其实嘛不是他，应该是讲我会我伫咧记。这就是一个记数、记声母的时阵，会比较好记的方式。对，我就是你当然就是你写甲就乱的嘛，无要紧。但是我会想讲，咱伫咧譬如讲，这敢若是 focus 在考试内底啦。
这就是最近应该知影讲我的工厂，就是你如果在考试的话，懂诶，刚刚讲这个物件我改系统化，对，啊我上过是的，比如讲咱伫咧讲 purple， 对，你嘛唔知道现在都在看小波节，那是因为上面的都没有办法去归类它，然后我们就会把它放在最后一排。不知道怎么归类，只能放最后一排，这也挺有趣的。因为伊有两项代志，一个就是喝嘛，喝伊就是完全无声，它没有声音啊，就是没有人可以那个，这是例外。另外一个就是韵母，韵母也是另外一个例外。好哦。那现在这个声母的表格啊，来，我们也是带水晶稍微认识一下。我们这个声母的部分比较多一点，但是韵母其实就这几个。对，有的他看就是所谓伊拢是安尼吧，因为我会记得英语应该嘛是 R E U A O， 就 R E U A O， 我刚刚这是共同的。不过就是基本上啦，我来学这个台语的韵母的时阵嘛，是看这张表，然后也是很浅显易懂啊。这个部分就是我在学日文的时候也是比较好吸收嘛，得 R E U A O。可是我们后面有一个 O 跟两个 O， 发音是完全不赶快的哦。对，也就是说只有一个 O 的时候，是我们是在注音符号就归类成我们会发成的这个部分对。然后两个圈圈就是两个 O 的部分，那真的就是 O。对，就要发成 O 的时候，反而是两个圈圈才是 O。对，这个加音译就行了，对不？就是酷跟对，就是一个意思。也酷就是两个 O 就是 O， 两个 O 那个原来是这样子，懂了，十分好理解。对，这样子比较好理解。O， 因为我里面两个 O 放在一起的话，会是发乌的音。单一个 O 的话，有的时候是 R， 有的时候是 O， 但是两个 O 放在一起会是乌。对，有这个它参求这个概念，它就是这个概念。哇，英文老师马上通我这个完全的概念，或者是不这个概念所以刚刚的那个声母结合这个韵母，其实我们已经可以拼成一个字咯，我们可以拼成一个字了。但是呢，刚刚有讲到在台语我们有声调你今天讲爱 plus 声调的部分 ，OK， 就是这个就是快速讲过，因为就是基本上也不是说非得一定要会，但是我是觉得这个三个东西可以组成我们台语很重要，要带大家认识一下的这个部分，然后才大概细塞起来啦。来，其实基本上啦，台语除了刚刚我们就是讲的那个声母跟韵母的部分，我们凑在一起，我们已经成为一个台文字喽，已经成为字了。但是台语七声八调基本上也是让七声八调，对，基本上也是让很多在学习台语的人蛮辛苦的部分。背音七调，是八音七调，八音七调，你背音，但是一切调对，一切调是什么意思？一切调的意思是第六调搭第二调是同款。对，听起来就是大部分的 Q 口是同款的。对，当然有其他地方是分开的，比如讲鹿港遐就是讲啊，就老的台语，它也有可能它其实是塞在一起的。没错。这个就是比较进阶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可以传达给水晶的，就是你有没有看到我们下面的那个 REUO 的那个 R， 他们上面都会有一些很神奇的符号，有看到不？有，那个也是我当初在念台罗我觉得很挫折的地方，因为我不晓得它标在那边到底是什么意思。对，所以我前几天看有人看到有讲什么还是越南文，不是越南文。不是啊，越南文都较济，就是越南文是6调，越南的那个声调也有，他们是6个声调，有当然有华语是4个，对啊，台语因为伊保存的较完整，台语有8调，对，没有错。那基本上就是我们现在把这个表单开起来，然后我稍微。我打看买呀，我就是念给水晶老师听看买呀，大概这个感觉。我们先从 REUO 的这个 R 开始，对，去感受一下它那个调到底是怎么发音。例如第一调，它可能那个 A 的上面就什么都没有，那个就代表它是第一调，那就是最简单的就是过去就是这样子。对，然后第二调它就是会比较往下直接下降对。
就下降幅度比较大啦，我们称为第二调。然后第三调它也是下降的哦，但是它下降幅度感觉比较像是从对一半而已，来啊，往下啊，对啊，头前第一个是跳楼啦，啊，第二个是拔掉卡啦，就是拔断啦。我当初在写这张表单的时候，我还把那个断脚画在旁边记加深字，就学生会做的事情。你有看过这个表，其实跟那个五声音阶很像，伊就是那个我们我会使公告一个，这个五声记忆法，五声音阶记忆法就是那个民国初期有一个那个语言学家，中国人伊叫做赵元任。对啊，赵元任刚时是一个音乐家，所以他就是对于这些声调的东西他比较敏感，所以呢，伊就把声调就会分作安尼。譬如讲，第二调伊就是为5楼跳到1楼，所以他听的就变成啊，就伊的他的那个声调高低就会比较比第三调更较有起伏。对，没有错。对，所以因为小蛋一个有一个加第一调就行，但是听不出来，而且就是降一个半调。没错。哎呀，那我们刚刚讲到第三调，它就是算是从比较低的音调下去降下去，就是啊的这个音。对，这个是第三调。那第四调呢，你就把它当成是促音，可是它是也是比较低声调的促音，就啊，就是啊，对，就先这样子记就好了。对，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咯1、2、3、4、5的这个怎么讲？第5调的部分也是我一开始在学的时候比较看不太懂的，因为我一直以为它其实是往上哦，它的音调是往上，但是它那个有点像是倒反的 V， 有没有？对，嘿，所以我当初在学的时候，我当初在的时候，我学功是这样，是还是怎样？我不懂，但是我才知道原来它只是很简单的往上。就上去就好了。你头多画的是越南的声调，就是因为这样伊第2调就是我不小心变成了婉月娇我变成那个阿红啊，我不小心变成了婉月娇婉月娇才不是这样讲话。你真的会被越南人告对不起，我很喜欢吃越南河粉。你小蛋就是开一个记者会，我直接无法度跟你叫啊。赶紧啦，你要在我旁边哦。为什么？我叫韩吉老师呢，好啦，来再问第6调。第6调就刚刚台湾的韩吉老师有共轨，他2调跟第6调一开始可能初学者的部分，我们还是跟他讲说，你们就把它当成是一样的，就一样的东西这样就好了。对，一样的东西对。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哦，我们看到第6调之后，来第7调的部分，跟第1调有一点像的部分。第1调刚刚我们是发过去嘛？对，但是第7调的部分，它就是比较下降的平音，就是往下了对，往下了，但是它也是平平的过去这样子。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赶紧看到第8调，它也是个促音，但是它就是比较怎么讲，那个音调比较高的对，所以基本上我当阵在学的时阵嘛是开就这时间。就是我花了很多时间去搞懂它这个音调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我们还没讲到变调哦。变调有一个神秘数字，这个我们今天先不讲。但是我觉得今天就先带咱的水晶老师来认识。例如说，我们台语要把它组成的话，就简单，我们先把它凑成，就是刚刚就是一个声母啦，一个韵母啦，加一个声调。没错，那这个3合1之后呢，就变成了一个台文字，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Apple pen。那我喜欢我听到这就奇怪物件。我就是大家应该有看，我现在是已经老了吗？就是那个 I have a pen。有啦，应该还是有吧，应该还是有吧。有 I have a shovel， I have a 韵母。对，就是安呢。真的是这样子好啦，台文字就出现了。其实我感觉台语的，我感觉是安尼啦。我感觉台语的，就是思考的观念，可能跟英语
甲澳洲话较像，嗯，对，伊甚至甲就大家都拢想要承认台湾就是一个较我当人爱的国家，就是我们其实是一个比较跟东南亚的语境比较像的国家，包括讲咱讲的南德语，然后我们台语又是被南德。台语是一个就特别的，就是有点像台湾文化的东西。就你伫台湾世界都听人讲，但是就是全世界就跟台湾人讲。哦，为什么会这样讲？就因为就是伊内底有南岛语嘛，啊，阮小蛋嘛会讲，就是小蛋，我的字卡就是会使摕出来，就是来内底嘛有足济，因为英文正经是我刚搞什么？对，三年级。乱用，我天哪！不啦，等我一下。对，没事没事。对，就是头段大概就知影一个代志，伊其实进前就是明治维新的时阵，美国有影响到日本嘛，所以日本呢，过去互日本话过去影响台语，所以有足侪物件其实听起来，台语有足侪部分甲伊足像的，包括咱讲迄个。譬如咱伫个头段讲爱开香槟嘛，我们现在已经上尾一个部分，大家那个酒会使酒高咱会使摕来啉吗？小可一中昼的时阵，袂使啉伤济。你怎么等着啉？我喝一下就好，我等一个，除了等之外，我们不是有一首歌叫做《十节》，我后里刚才，这个 sip 加 sip 其实就像诶，就像的所在对不？因为英语应该嘛是讲 sip 对不？对，教授第一小口，对，就像诶，啊，还有另外一个。我想要问迄个那英语老师，就是我们说这个物件，应该是一个意见啦。就你家里的比如讲，迄物件摕一个，就是拿给我的时候，然后我们也没有说，我觉得这个人也不是多值得我们的尊重的时候，你就我们都会说，嘿，拿走。你拿走英文的时阵是要安怎讲？譬如讲 ，take it。对，就是 take it， 就是 take it。我觉得这个好有趣哦，给大家看一下。对啊，我 take it。对啊，我咧看的时候想讲啊，刚真正是安尼，还真的是这样子哎。有，真的就是其实有很多台语加迄个足像的所在，除了 take it 之外，嘛有迄个咱讲的俱乐部，因为俱乐部，等一下哦，就 club。club， 伊就是伫咧美军来台湾了后嘛，有足侪俱乐部嘛，就 club， 对，所以就是 club。对，还有另外一个我感觉上特别的，就是伫咧日本时期的时阵，就是《鬼灭之刃》的那个时候是大正时期嘛，大概都是台湾钱洋卡无，迄当时就已经开始啊，就是有一寡人咧做一个。足特别的工课叫做苦力，就是大家看到迄个苦力这两个词的时阵，是不是拢会讲？就是讲这是念什么苦难？不是哦，它是念苦力哦，伊就是这英文的迄苦力，好酷哦！所以台语是一个就 international 的语言，那今仔日的这个就是小可期末考好啦，免讲顺利过啦，咱如第二季我继续就是在讲其他的物件，我们就可以来说看台语的文法，若是有机会的话，如果有机会的话，对就是互大家知影讲台语其实是一个较世界性的语言，对，最近会当来做咱的台语好朋友，哎呀，就刚温呢，受益良多。妈安尼讲，我嘛是受益良多，而且我今仔日真正有准备要量好咱的水晶老师的这个英文呢，我要量一个无？这是福利哦，严肃聆听。对，我甲你讲，我这4年来我拢无安尼讲过遐尔啊侪经语，我是为着这个水晶老师今仔日要来阮兜哦，我准备的哦。水灵宝贝嘛准备，水灵宝贝嘛准备吗？嘿，我给他喝酒。好哦，安尼我要来读哦，我现在要啊，好紧张哦，我足紧张诶，不要紧张，好，你好棒，加油！哦，好，我要来量啊，
I'm so happy to Kristen on my channel. チャンネルチャンネルあそっかそうそして違う不是だね完蛋了I hope 当诶还是当诶？我即摆你嘛是当诶，我嘛是当诶，好啦，你是水当诶，我嘛不是讲你是迪卡，我低档诶，我低档诶，好不好？你现在你还没有晋升，我们今天来宾才水当，水当你听起来都成学美人，我在买美人水当，什么意思？好啦，我继续谈吼，我继续来，I hope you enjoy your time here。哇！哥我什么 ？Looking forward to see you again。哦 ，Looking forward to see you。就期待会当够看到你。啊，对，有通吗？有通吗？你这个一年啊，你现在就够追耶！我念完了。好可爱，念英文好可爱哦！真的，哦，你念英文好可爱的。拍摄，我已经把我这4年的那个英文全都献给水晶老师。哦，我没有这样子讲过这么多英文，100%正确。100%，真的。我们先不管内容，那个可能那个念法，我们可能必须再琢磨一下。对不起。我觉得非常可爱。谢谢。继续加啊，有啊，我听得懂就好了。真的啊，是啦，那开刚写明呢，马是就好给我好多勾的。开刚写明，我现在已经语言已经混乱了，你知道吗？开刚写用心时段呢。咱即摆会使为迄个 international 的迪卡channel 啊，去申请啊。李文是 channel 啊，你们帮我念一下正确的英文是虾米 ？channel 啊，那是 channel。Let's do。对，那个后面那个 L 那个 no 就变 L 了。哦，谢谢好哦，咱李基东读 channel 好啦，那我记得啊 channel。对 everyone 的表现是 very 高，谢谢，感谢各位，真就欢喜耶！嘛，感谢咱汉吉老师，好不？这个新格里许啊，即摆变做新加坡人，就是讲得几句，那是非常 international 了。对，太过 international， 已经语言切换障碍了。对呀。真欢喜大家那安尼就今仔日咱就是上尾一节，谢谢。好不，咱的第一关 I have so much fun。谢谢 ，Thank you，谢谢你们。留下 you。多谢大家来到我的频道，所以讲英文听无，但是真正就欢喜当邀请咱水晶老师来个盘下吹的，谢谢你们，非常荣幸可以来这里，学到很多，真的。那么最后啊，水晶老师，你跟我下面被酸短的不？有没有什么想要宣传的呢？还真的，最近还真的就是比较没有。哦，好，不要紧。你若是暗时有其他的节目嘛，是会使伫咧遮讲。哎呀，讲啊，都走。对，我的开台时间都比较晚，所以可能跟猪猪这边的观众的这个生活作息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对。但是如果你晚上睡不着的话，我就是偶尔晚上会开到比较晚这样子，然后我们乡的其他的宝宝们也都是各个时段都有，就是无聊的话，或者是睡不着的话，都可以就是来听我们说说话这样子。好哦，感谢各位。哇，嘿呀，真正是就欢喜的邀请，很开心，学到很多，很感谢。我今天真正是就这物件的啊，我觉得我今天才算是在英文的这个系统真的有正式的努力的学一些东西。我渐渐在读册时阵，我在创啥，我都在画图，你刚才我都在画图。我感觉学语言上重要的代志是，你会当为内底的文字去看到更较侪世界。我感觉这是上重要。但是讲这个代志，咱的教学的方式，是讲咱伫咧学校无得到这寡趣味的时阵，其实就歹会当
找到学一个语言的动力，跟这个语言的趣味点都，我觉得这其实是蛮重要的。真正是安尼，系啊。那就感谢今仔日大家会使还有就是头前的观众，就是会使陪咱今仔日上尾一集来参加D卡的期末考。嘿呀，真的很感谢，嘿呀，而且这个节目真正是就感谢吼，最后一定要过来感谢一个咱文化部的爸爸，好不好？咱拍下催泪，我们真的，感谢大家，嘿呀，非常感谢，对啊，文化部爸爸的赞助，真的这个半年，猪猪也算是台语稍微有进步一些的啦，好不好？有啦，应该已经是，你现在已经是。就是检定猪了，你是用过检定的，听起来好像吃起来很安全的样子。检定猪，对，最后安全标章温体猪了呢。主要就是辛苦已经有音呐，对，在上台啊，对吼，好啦，我今晚要送大家去台啊，来，让我切片尾。耶！今晚被送去台啊，好啦，真的非常感谢水水老师。对，那今天你也辛苦了，也谢谢你们辛苦了。对，你中岛的时阵，天气就好诶，就小大会使出去食饭啊。对啊，总算是好不？啊是，最近老师你今晚要来困啦。Always raining 诶。嘿呀，要睡觉了吗？来困一时啊呢。有可能哈。好啦，辛苦你啊。那我们接下来要讲到伫咧咱的年底的冰岛哦。それではまもなく日々ちゃん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那要講到伫咧咱日々的冰島啊，請好好的安全的。好好安全的，要到那哦，拜拜。谢谢你们，感谢大家。那么没有意外的话，猪猪大概这两天也是会找时间快点来唱个歌哦，没时间啊，没时间啊，吼，来，谢谢大家，大家午安，不会说晚安，说午安，大家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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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好完成了。